嗨，大家好啊！今個星期 YOHO WEB 賣樓啊，當日咧真係人山人海啊，119伙全數沽清，第二輪價單有出啦，相信咧又有一輪嘅搶奪戰。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嘅頻道咧，記得我都放過一條片介紹 YOHO WEB 嘅。有人留言啊，YOHO WEB 一期全部業主都係蝕嘅，真唔真啊？講到咁大，新地仲賣緊樓嘅，如果咁差嘅話，就應該冇人要啦。點解仲咁多人去追捧呢？琴日夜晚黑賣樓喺 WeWork 外圍排隊。琴日嘅天氣又唔係咁好啦，氣溫就開始下降。如果件件都係蝕本貨嘅話，點會咁多人去追捧先？YOHO WEB 係咪蝕本貨呢？數據就唔呃人嘅，所以咧我就揾咗一啲數據同大家分享嘅。我睇翻成交記錄，琴日近期嘅二手成交做對比，發現一期咧有2宗二手嘅成交。第一單咧係2B 座嘅低層單位，原業主咧買入嗰陣時就450萬嘅，最後話465萬成交，原業主賺咗15萬喎。第二單都係2B 座嘅低層單位，原業主咧325萬買入嘅，最後咧375萬成交，原業主咧就賺咗50萬。元朗啊有一個新型嘅單棟樓上拍，冇會所、冇車場、冇車路，中層單位，原業主當時買入係264萬嘅，最後成交咧就280萬，原業主賺咗16萬啊！既然上拍都可以賺錢嘅話，YOHO WEB雖然冇屯馬線，但係屋苑樓下直達係天榮嘅輕鐵站，冇天橋連接巴士總站，搭車就一定有位坐嘅，而且啊又唔使日曬雨淋啊！呢2點已經勝過上拍啦，上拍都有錢賺，YOHO WEB有咩可能會輸啊？除非原業主經濟出咗問題，又或者佢好急賣，所以就要賤賣咯。咁呢個只係個別例子，又唔可以作準喎。YOHO WEB 咧第二輪價單咧有出啦，大家有興趣咧可以聯絡我啊。我呢個頻道咧係一個冇流量嘅頻道啊，如果大家可以睇到最後，聽到我呢一段說話嘅話，不妨第一個讚我啊，同埋留翻10零字嘅鼓勵，同幫我分享出去，咁我就會感激不盡啦。